出邊哇一聲啊！5號馬明陀主得翻34蚊大熱門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。第8場3班1002嘅泥地短途準備。睇下呢隻5號嘅突然之間臨尾得翻34蚊嘅明陀主演出成點啦！一檔拍寶。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呢，咁啊前面快嘅馬呢，見到中檔位置呢，就有隻獵豹小子啦，中間呢就都01號啊，內欄呢29蚊嘅明陀主啊，咁啊中間仲有福建精神外邊綠色寶大愛檔時時攞彩㗎，後一搭嘅馬啦，有灰馬大寶藏啦，就拍住呢隻雪峰神驅㗎，後邊嘅馬匹有呢隻日日有福啦，咁啊同埋吉祥啦，尾街同包尾大家勝利㗎。好啦，過88啦，綠色寶帶頭第2位外邊都01號，第3獵豹小子，第4出邊時時攞彩啊，內欄第5呢，就係呢隻明陀主。灰馬中間大寶藏，再後邊福建精神啦，咁啊日日有福吉祥啦，尾3雪峰神驅包尾一對呢，就係大家勝利同埋街童嚟㗎。好啦，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仲係綠色寶啦，都01號啦，內欄第3位呢，仲係獵豹小子，中間時時攞彩啊，見到攞出去出邊呢，有大寶藏啦，中間揾緊位呢，仲見到有明陀主啊，後啲嘅馬匹呢，先見到吉祥啦，咁啊後多少呢，仲有外檔嘅街童啊，兜到嚟最後200到啦，前面透出有呢隻綠色寶鬥緊就係都01號啊，中間有明陀主。內欄嗰邊呢，仲有獵豹小子啊！最後100米，都01號騎幾步已經將綠色寶趕過㗎啦，都01號贏啊！綠色寶第2，明陀主第3，獵豹小子第4啊！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呢，11號呢隻都01號啊！咁啊今場可以咬到一個好前嘅位置，咁啊直路只係追越放頭嘅綠色寶，結果喺前面嗰2隻都馬翻晒嚟串 Q 啦！明陀主一檔第3，獵豹小子都係靚檔第4。好啦，我哋見到呢隻都01號啊，咁啊果然憑住佢輕磅之利咧，喺直路度追過呢隻綠色寶，佢係難度唔高嘅。係綠色寶繼續準咯，又係跑過第2。哇！臨尾大熱門28蚊嘅明陀主嚟㗎，跑過第3、第4就獵豹小子28蚊。好啦，都01號，咁啊結果孭住佢輕磅。好啦，咁啊睇下啦，起步嘅時候咧，吉祥係出得唔算好好啦，咁啊跟翻上嚟啦，咁啊另外開邊亦都有馬起步麻麻地。要跟嘅馬或者係大家又可以睇下嗰隻雪峰神驅啦。今日 hold 住喎，你見到啊無思義係一路望入面㗎啦，都係想攞遮擋嘅。拍寶即係明陀主起步，佢都係想揾 cover 嘅嚇，佢又冇心喎話搶出嚟嘅，都冇相干啦嚇。咁啊綠色寶就一定要帶㗎啦。綠色寶啊大啦，都01號已經咬住佢㗎啦。咁啊呢場係跟喺前邊。撞咧就似模似樣喎，係威係勢喎嚇。轉緊呢個彎嘅時候已經咬住咧，拍咗上嚟啦。跟住明陀主啊，呢啲獵豹小子都係爭個零馬位啫喎。嗰隻街童啊起步嗰時慢咗閘㗎，咁啊而家係掟佢出大外搭嚟追，當然亦都唔會話太好走勢啦。跟住直路上你睇到有啲馬識唔識跑泥地咧，你就知㗎啦。嗰啲啊好似舉步維艱啊，或者係好似冇乜 form 咁。呢個風雪神驅、雪峰神驅試泥集得咁喎，走落就一般般嘅喎嚇。分段時間頭段23秒31，第2段22秒正，末段23秒18，總時間1分08秒49啊，快過標準時間接近6線1啊。